这可是恶魔尹思辰啊！你这是在学跳舞还是在动物模拟啊？就没见过这么四肢不协调的人。尹太太是初学，站不稳很正常。尹总，要不您陪着尹太太一起练？这样我觉得尹太太应该会学得比较快。他不敢，他也不会。那我就放音乐了。尹总，您陪着尹太太，把刚刚的舞步再来一遍吧。跟着我。嗯。跳舞跳得还可以嘛，真看不出来啊。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他皮肤这么好，一个毛孔都看不到。笨死！动你的左腿。嗯。动你的右脚。你又没说往前往后。你怎么那么笨？这可是你自找的。这可是恶魔尹思辰啊！顾西西，你到底在想什么？不能被他迷惑了。你们这也太恩爱了吧！